台积电扩大伫美国投资，有人话好，有人话倒。台大管理学院的副教授曲峰仁，伊之前捌做过经济部长郭志辉的老师，伊就提出着伊的担心。伊讲台积电这种的投资计划，以中长线来看，恐惊这个股票会落甲剩500块。分析师是认为无啥可能，因为目前的国际市场对高阶的晶片也是有真悬的需求。台积电重大宣布加码伫咧美国投资市场，嘛伫咧产学界引起讨论。捌是经济部长郭志辉、台北大学 EMBA 老师、台大管理学院副教授曲峰仁伫咧面册普文，讲到台积电扩大投资，认为可能互台积电股价有真大震动。中长线探底500块台票以下，佮讲若真正发生，是到当做贵德家含经济部长郭志辉应该落台负责。不过对这件代志，专家有无共款的看法。短期之内啊，这个台积电股价要跌这么多到500元，这个不太容易发生啊。今年、明年甚至这个更久之后的一个订单都已经被订满，所以短期内来讲的话，台积电不太可能就是因为到美国设厂而股价出现这种腰斩重挫的一个情况。据学者点名，经济部无加做回应，不过股价倾向嘛，互股民拢伫咧关注。3月测试因为美国受俄失守清关关卡，不过尾啊冻点回粉收伫咧1000块，煞尾2-3天台积电股价起落变化无大，大部分落伫咧1000外块左右。最近这几天的股价有先止稳在1000元大关附近。但是反弹的空间很有限啊，虽然没有再跌下去，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国际股市的影响。台积电设厂在美国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认为短期间对于股价的影响，大概1-2天就已经反映过了。专家分析，因为高阶晶片需求多，台积电股价中长线来看，起的几率同款比落入来多，只是川普2.0政策变数大，市场反应嘛是要继续观察。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